当得最上帝的梦，请马约翰牧师。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我要谢谢你们，谢谢两位牧师，还有每位弟兄姐妹这3天的招待。我在这里好舒服，吃得很丰盛啊。还有今天早上牧师帮我预备拿铁啊，不要去 7 啊。真的谢谢你们啊，很高兴在你们的当中你们继续成为耶稣的光，耶稣的眼。给人很好的见证，包括你们青年高兴你们在第1排、第2排以前我的教会有一个阳台嘛，最后的2楼我们的青年很喜欢在那边很远可是我讲到都看他们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谢谢你，上帝赐给我们今天一个新的机会回应你的爱，新的机会敬拜你，赞美你，把生命放在你的手中。求你打开我们的耳朵，打开我们的心，求你让你的话语喂养我们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上帝很喜欢我们以他的梦想为梦想。在使徒行传第2章的时候，门徒聚集在一起，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，一个悦耳很古老的预言实现了。所以这个故事的开始是上帝的梦想，他赐给儿子、女儿，赐给年轻人，赐给年长者，赐给女仆，赐给男生、女生。上帝把他的圣灵浇灌在人的身上，人开始做梦。如果你跟上帝在一起，你一定会做梦。上帝是一个敢做梦的上帝，他也呼召我们跟他一起做梦。如果我们停止做梦，我们没有依靠圣灵的力量。可是做梦不是容易的事情，很多事情可以破碎我们的梦。我常常问台湾的青少年，你未来的梦想是什么？很多青年说考上就好了，太小的梦想。他们常常说我没有一个梦想。有一次我从台湾神学院散步到故宫，故宫离台神很近。那天我的目标不是去故宫的里面看东西，我的目标是从故宫的外面看到风景。突然2个大学生说：“先生，你可以帮我拍照吗？”我说：“可以啊。”以后他们一个坐在我的左手边，一个坐在我的右手边，发现他们是高雄人，国小的同学。可是一个同学来台北读文化大学，所以这个高雄的同学来看他，他们都不是基督徒。可是我跟他们聊天，告诉他们我是牧师，然后左手边的人说：“牧师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们基督教的故事？”我在台湾20几年，没有人突然问我这个问题，我非常快乐。所以他用15分钟从耶稣出生到耶稣复活，告诉他们2位耶稣的故事。这个左手边的人非常认真倾听，比我的神学生更认真倾听其实我的神学生也很认真倾听我说故事后，我问他们怎么可以为你们祝福祷告。这是台湾的优点，你可以问还没有信主的人为他们祷告。
所以左手边的人说他的妈妈得到脑瘤，为他的妈妈的身体祷告。我说好。然后右手边的人在文化读书的人，他说牧师，我是一个做梦的人，我有2个梦想，要为你这个2个梦想祷告。我说好啊，什么梦想？第一个，我要去美国读书，所以你为我的英文的能力祷告，我要考TOEFL。我说好。第二个呢？他说马牧师，有一个女孩子在我的班级，她还不知道她要成为我的女朋友，求你为她祷告，感动她，上帝会感动她。我说我很喜欢你，你是一个敢做梦的人啊。可是生活的实况不让我们做梦。我发现没有梦想比较容易。很多人接受现况，有梦想常常会有痛苦啊，尤其是梦想不能实现的时候。跟你一样，我了解现在的世界的情况，很多危险啊，不管是这个疫情啊，我们都戴口罩，还好台湾人不会反对戴口罩，这是恩典啊，保护别人啊。可是我们知道，在很多国家，这是很大的冲突啊。我也跟你了解我们的世界的分裂。因为宗教分裂，因为种族分裂，因为有钱没有钱的人，因为政党。我当牧师那么多年，偶尔我看到教会也分裂，有不同的看法，不管是台语比华语礼拜，不管是敬拜的做法。不管是年轻人、年长的人，我看过教会的破碎，我看到一个基督徒伤害别的基督徒啊。可是我们基督徒还会干梦想，就像第一个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，给他们梦想。我很喜欢这个图片，因为他们的眼睛有点怪怪的啊。但我认为圣灵降临，我们眼睛一定有点怪怪的，没有看过。如果我们以前的迪顿教会的人不敢做梦，我们没有现在的迪顿教会啊，主堂教会啊，因为以前的人愿意做上帝的梦。2位牧师养2只狗。以前我在美国养1只狗，这只狗很喜欢2个事情，它很喜欢游泳，所以每一次我放这只狗在我的车子，开车到一个湖的旁边，我们还没有到湖，这只狗的鼻子很厉害，它会闻到湖的附近，它开始发抖，在我的车子啦，它会发抖啊，它知道它可以去游泳啊。第二个事情，我的狗很喜欢是去我的表哥表姐的家。如果我要去外面服侍，我都放我的狗在他们的家。那我养狗是我给狗的食物，我的狗睡在地板上。可是我表姐跟表哥养狗的方法跟我的养狗的方法完全不一样。我的表哥一边吃饭一边给狗人的食物啊，最恐怖，晚上的时候，表哥表姐睡，我的狗睡在他们的中间，真的很恐怖啊。可是我的狗很喜欢去他们的家，所以一样，如果我放它在车子，说现在我们要去表哥的家，它会发抖。其实我回来拿它帮它回家的时候，它都在他们的沙发上，我说我们要回去家里，他不动啊，他不想回来我的家。但这只狗的发抖提醒我们应该每一天跟我的狗一样很兴奋，
今天上帝要做什么？今天上帝要给我们什么梦想？那么多年后，我封牧后26岁封牧后，我还很兴奋，因为上帝会用教会改变我们的世界，这是上帝的方法。所以每一天我起床的时候开始祷告，我问上帝：今天你要赐给我们什么梦想？今天你对教会有什么梦想？然后我每一天兴奋期待上帝会鼓励我们做他的梦。初代教会也愿意做梦，因为他们就在耶稣复活的光芒里面。他们都没有想到耶稣会复活，他们以为耶稣永远被钉在十字架以后死掉。他们没有想到，可是耶稣的复活完全改变他们的眼光，完全改变他们怎么看自己，还有看他们彼此的关系。复活让他们知道，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控制上帝，这种的力量是上帝赐给初代教会。他们开始做梦，他们开始梦想他们共同的生活。他们的领导者被逮捕，圣殿的领导者说：“你们不能传福音。”可是不管有什么威胁，他们继续做上帝的梦，继续活出复活的生活。他们有新的眼光，怎么看生命，也怎么看死亡。一个人说，他们最重要的见证不是他们的话，不是耶稣的空的坟墓，他们最重要的见证是他们彼此的生活。因为他们的生活跟外面的人的生活完全不一样。因为耶稣复活了，我们看他们的共同的生活完全是新的。所以圣灵降临的时候，不是一个短暂的经验，不是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，完全改变他们的生活。常常我们的经验，教会的经验，不管在礼拜中或是在一个退休会，圣灵特别感动我们。可是这个感动一定需要行动。我说感动一定有一个动，我们不是就说我感动，我们的生活会改变，改变我们的家庭的生活，改变我们上课的生活，上班的生活，改变我们教会的生活，改变我们在社会的生活。因为这个故事最重要的角色是圣灵，上帝的圣灵带领他们做梦，给他们力量，活出不一样的生命。然后初代教会的状况怎么样？我其实有很多现象。初代教会有很好的问题。彼得五旬节圣灵降临后，彼得站起来讲道，多少人信耶稣？3000个人信耶稣啊！那个时候他们没有礼拜堂，他们怎么办？3000个人成为教会的会友，弟兄姐妹，他们在哪里聚会？好，你的家50个人，好，你的家30个人，好，你的家40个人，你的家20个人。他们要打开自己的家里，成为礼拜堂。上帝继续让他们的弟兄姐妹越来越多，可是他们有一个挑战：怎么同心合意？怎么继续有家庭的感觉？使徒行传很诚实，他们有机会，他们也有冲突啊！要不要让外邦人成为他们的弟兄姐妹？
可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，他们同心合意，他们有一样的目标，在耶稣里成为一个家庭，成为耶稣的身体。他们共同的指标是他们在耶稣里的身份。他们的背景不一样，他们的语言也不一样，他们是男生女生年长青年啊。可是他们一样的地方是，他们都是上帝的家人。我在台湾那么久，我真的忘记我的脸跟你们的脸不一样，因为我很少自拍，我不喜欢继续看自己，我都看台湾人。每一天我起床的时候，隔壁都是台湾人啊，台湾人啊，所以我真的忘记我的脸跟你们的脸不一样。可是偶尔我在阳明山爬山，一个小朋友说妈阿多嘎，我都说在那里，在那里呀。因为在耶稣里，我们真的是一家人啊，不是只看我们不一样的地方，我们看我们共同的关系啊。在旧堂教会有不同的人，不一样的想法，不一样的背景，可是因为耶稣复活，圣灵让我们同心合一，同心合一。其实他们的生活非常奇妙，他们开始分享，他们开始彼此关心，他们很勇敢传福音，可是他们也很勇敢分享他们的东西。因为耶稣复活，他们没有办法继续旧的生活，他们的生命被转换了，上帝国近了，所以他们开始活出他们的梦，他们开始活出上帝国的生活啊。其实那个时候跟现在的台湾很像啊，很多人离开乡下搬到耶路撒冷，不一定马上可以找到工作，所以教会会帮助这些弟兄姐妹。有一次我在太鲁阁号的火车从花莲回来台北，隔壁有不是他，有点像他，我没有拍照这个隔壁的人，有点像他。他是买股票的青年，30几岁，他不是基督徒啊。我的阿头嘎，我的高的鼻子的优点是，很多人愿意跟我说话，台湾人很亲切，所以我跟这个人还是聊天啊，在火车上。以后他说：“牧师，我的压力很大。”我说：“什么压力？”他说：“我有自己的孩子要照顾，还有父母亲退休，我也要照顾父母亲。我在中间三明治，压力很大。”我说：“你怎么处理你的压力？”他说：“第一个，我喝酒。”我说：“不是很好的处理的方法。”他说：“我知道了。”第二个呢，我抽烟，更不好的方法。他说：“我知道了。”第三个呢，我打篮球。我说：“这个很好啊。”可是我认为我知道更好的方法，给耶稣你的压力。他说：“牧师，他非常开放的人啊。”他说：“牧师，我要等我的父母亲离开后，然后信耶稣。”我说：“不要等你的父母亲离开后，现在可以信耶稣啊！”很多人离开乡下去台北、高雄、台中工作，需要这种的关心，跟初代教会一样，因为在耶稣里，他们是一个新的家庭。耶稣的复活给他们方法，把他们的东西分享，他们把他们的财产托付给12个使徒，然后他们分给每一个需要的人。他们不是只是感动，他们行动，他们行动，他们被改变，所以他们的分享让我们看一个灵力的合一。耶稣的复活让耶稣从死亡的权势得自由，从羊的复活让初代教会也从他们的自私的生活
有自由，分享的自由啊。所以这个新的生命的目标是分享，把我们的时间分享给别人，把我们的信仰分享给别人，把我们的东西分享给别人啊。这个新的生命的记号是巴拿巴。巴拿巴本来的名字是约瑟，可是我礼拜五晚上说，很多人认识耶稣后有新的生命，从约瑟成为巴拿巴。巴拿巴的意思是，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会鼓励别人的人。我很喜欢这个名字，会鼓励别人的人，他是一个鼓励者。巴拿巴买掉一块土地，把这个钱奉献给教会。巴拿巴是一个做梦的记号，一个慷慨心的记号，是一个分享人的记号，会鼓励别人的记号。我来台湾24年，长老教会没有付我的谢礼，那我很清楚说，不是台湾长老教会不愿意付我的谢礼，我鼓励美国长老教会奉献，因为我要他们知道台湾。每一个礼拜天，在很多教会，他们奉献让我来台湾。这是我每4年去美国报告。这是在芝加哥的教会的外面，他们放这个，上面是我的英文的名字，最上面是台湾的宣教士。所以我有机会分享台湾的美，还有圣灵在这里的工作。除了奉献以外，很多美国的弟兄姐妹每一天为我祷告，特别很多阿公阿嬷。一个阿嬷，她现在91岁，没有来过台湾，一定没有机会来台湾。可是她听说以前台南有一个大地震，她马上在报纸看到这个消息，她写一个卡片给我，她说：“亲爱的约翰，我们非常难过，听到台湾发生很大地震。我知道台南离你住的地方比较远，可是我们会看得到台湾人的苦难。我马上开始为台湾祷告。”这个阿嬷没有来过，其实她不了解台湾，可是在报纸看到台湾发生地震，她马上祷告。不一样的背景，不一样的语言，不一样的年龄，可是在耶稣里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们是一家人。所以每一次我去美国报告，他们都说：“我知道你爱台湾，因为耶稣爱台湾，我们也爱台湾。”我第3间教会，我2009年离开台湾，因为妈妈的身体。都不知道我有机会回来啊！我以为我离开台湾。我去第3间教会牧会，然后上帝越来越感动我说：“你在台湾还有工作，我要你做，你要回去。”所以最后一个礼拜天，在这个教会第5堂礼拜，我在门口跟会友握手。一个姐妹说：“马牧师，我完全不会惊讶。你要回去台湾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？”他说：“因为每一次你讲到，如果你用台湾的例子，你的眼睛亮亮的。”他说：“我知道你爱他们。”我说：“姐妹，我也爱你们。”他说：“我们知道，我们知道。”在耶稣里，圣灵塑造我们彼此相爱。耶稣复活，每一件事情不一样，圣灵来塑造我们。同心合意。有一个教会跟你们很像，在隔壁的云林县。这个教会跟你的教会一样，是乡下教会。可是上帝做很美的事情，跟教堂一样。第一次这个传道人跟他的师母筹钱，他们筹水灵教会。
在北港的附近。这个传道人对青年有很大的负担，他的师母对儿童有很大的负担。可是第一个礼拜天，他们去那边有7个老人，完全没有青年，没有儿童啊。我认为这个7个老人，3个是长老，7个会友，3个长老。因为我认为长老的目标申请传道人是让传道人来做教会的告别礼拜，让教会关门啊。可是这对夫妻开始祷告，他们跟3位长老一起祷告说：圣灵，求你给我们新的开始，新的阶段。我今年6月去他们的献堂感恩礼拜，有60到70个社区的孩子，都是第一代，真的很奇妙。这些孩子的爸爸妈妈都不是基督徒啊，跟这里一样妙很多啊。很多奇妙的故事。有一次我去那边，一个10岁的哥哥在我的右手边，我在第一排预备讲道。10岁的哥哥在右手边，7岁的弟弟在左手边。我讲道后，师母告诉我他们的故事，他们的爸爸妈妈离婚了，他们跟阿嬷一起住。可是这个哥哥在国小把别人的手机偷走，所以学校的社工打电话给阿嬷，社工不是基督徒啊，打电话给阿嬷说，请你来处理你的孙子的问题。所以阿嬷来学校，社工说，阿嬷你有2个选择，第一个我们要打电话给警察，请他们处理。阿嬷说不要，阿嬷都拜拜。所以社工说好，第2个选择，因为社工听说孩子去长老教会会被改变，所以社工不是基督徒，说阿嬷，你第2个选择带你的孙子去长老教会。阿嬷说不要，我拜拜。社工说好，我们打电话给警察。阿嬷说好，去长老教会啊。一个没有信主的社工成为耶稣的见证人啊。有一次我去他们的 Seven， 他们的 Seven 应该跟你们的 OK 一样，有点像活动中心。如果你要找到那边的青年去 Seven 啊，大部分的 Seven 都在那边打工。所以我在那边买咖啡以后 ，Seven 的店长说：“先生，请问一下，为什么你来这里？这里的外国人很少，水灵。”我说：“哦，我来教会分享。”店长说：“我们很喜欢教会。”我说：“店长是基督徒吗？”他说：“不是，可是教会爱我们的孩子的，做上帝的梦。”现在他们的青年大学生每一个礼拜教会付他们的火车票，因为牧师告诉他们，以前我们陪伴你们，现在你要陪伴这些青年、这些儿童啊。他们很喜欢他们的教会的大哥大姐呀，很喜欢他们，很好的见证。有一次我去那边一个台南教会，跟他们一起做礼拜，他们预备中饭在礼拜堂，青年儿童都预备，然后给客人吃，青年等待，然后客人吃后他们吃饭，然后青年都扫地，跟今天一样。这个弟兄在哪里？我看他在教会扫地啊。哦，他在PPT 那边啊，在电脑。他都在你的教会很早来扫地啊。扫地后，我以为他们可以回家休息，没有。扫地后，他们要办一个课辅班给儿童，预备礼拜一的功课。做上帝的梦，做上帝的梦。上帝对教会还有很好的梦想，我们不能停止做梦。我认为主堂教会有非常多梦想啊！我看你们那么多人进来这里被祝福，以后离开这里成为别人的祝福。这是我的美国的牧会，
你们知道，现在美国教会没有办法一起做礼拜，礼拜堂都是空的。可是我母会，我长大的教会，每一个椅子没有人，可是都有袋子，袋子里面都有食物，因为现在很多美国人没有工作，疫情的关系啊，所以每一天不是弟兄姐妹，外面的人会开车到门口，弟兄姐妹会放食物在他们的车子。我看这个照片，这是今年的照片。我看这个，我说礼拜堂没有人，可是礼拜堂还充满耶稣的爱，还充满耶稣的爱。所以疫情的时候挑战很大，教会怎么办？还有梦想，还有梦想。所以我们跟巴拿巴一样，我们都要成为别人的鼓励者，要鼓励儿童，鼓励青少年，鼓励成人，彼此鼓励。我们不要满足在很小的事，因为上帝对你的家庭、主堂教会有更大的梦想。所以注意别人没有注意的地方，欢迎小朋友，欢迎青年，欢迎年长者。差不多3-4年以前，一个团体，一个支持我的教会的长老执事来台湾，我带他们去宜兰南澳，我在南澳很喜欢做一个事情，溯溪，听得懂吗？溯溪，在溪里面溯溪。所以我带这些美国的长老执事溯溪，背后教会泰尔族的教会青年成为我们的巴拿巴。有一个长老壮壮的，他告诉我，马牧师，我不要溯溪，我在下面等你们，我不要给背后教会的青年那么大的压力。所以我告诉青年，长老说他在下面要等我们。青年说，告诉长老我们要帮助他，他们真的帮助他，真的成为他的巴拿巴。非常不容易，因为这个长老真的很壮，每一个瀑布他都帮助长老溯溪啊。我在溪里面都看到他们，我说青年，你们都是我们的巴拿巴。礼拜六晚上在背后教会有一个培灵会，青年的培灵会，泰尔同会的培灵会。我问这些背后教会的青年，你们还好了吗？他说，马牧师，肌肉很酸，可是他们没有抱怨。谢谢马牧师赐给我们机会啊。我说谢谢你们成为我们的巴拿巴。上帝要把他的力量和恩典赐给我们每一个人，给主堂教会。偶尔我们需要停下来，看到这个恩典，开始做上帝的梦。上帝我很清楚已经祝福主堂教会，上帝的目标是继续祝福主堂教会，所以你会成为别人的祝福啊。所以不要说我太年轻，不要说我太老，不要说我没有什么恩赐。上帝对你有梦想，上帝要呼召你跟他一起做梦，这是我们的机会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谢谢你，上帝，很久以前鼓励、帮助、带领初代教会做你的梦想。谢谢你，上帝，你继续到现在用教会改变我们的世界。谢谢你，上帝，赐给主堂教会那么多梦想。谢谢你，上帝，那么祝福主堂教会。求你祝福2位牧师，祝福长老执事，祝福弟兄姐妹，
祝福青年儿童。求你继续鼓励他们，跟你一起做梦。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成为巴拿巴别人的鼓励者，不管在家里，不管在学校，在上班的地方，不管在教会，不管在路上。谢谢你，上帝，愿意好好用我们。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梦想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